咱台湾各地头公庙拢有抽这国运签，大家伫南宫车衫抽出数几签，其中代表国运的进口签今年是中下签。董事长颜清标就表示讲，大家着爱和谐沟通，台湾经济要好，着爱互相才会圆满。另外，鹿港天后宫是抽出做土木建筑的上上签，也那这西的福兴宫、太平马和北港朝天宫，也拢讲经济爱谨慎，等待好时机。正人诚心向妈祖参拜，台中大家镇南宫伫初三暗时来抽出四季签，其中包含向前国运的进口签。桂华最旧这个签中下。该签的老师表示，去年国运签抽到是中上签，今年是中下签，显示今年国家整体来讲需要建立共识，伫现有基础上的变化来转型创新。而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嘛呼吁，台湾的经济若是要好，就需要更较互相。大家爱互相吼，拢爱沟通安尼吼，比较会较圆满吼。而家新港洪天宫是抽出中上签，庙方表示是妈祖提醒国家爱和气，才会出入平安，嘛带动经济发展。今年国家爱和啦，国家嘛无和拢无效啦，所以这个签算袂歹啦。而中华鹿港天后宫是抽出土木建筑的上上签，庙方说明对国家来讲，建设整个会动起来。今年的土木这个建筑部分在圣母祠的慈悲下，这个是算是最好的签哈。李立芬林西的福兴宫以及北港朝天宫是表示，国家整体运势来讲无讲真理想，经济部分爱小心谨慎，等待时机来反转。咁啊，大环境无啥物好啦，处处且爱步步为营，于守不于攻，慢慢来等待好的时机。现实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朝天宫因为有妈祖所以会带动整个北港的经济效应。虽然各宫庙对着抽出的国运签，各有无同款的解读，不过整体来讲，拢在稳定当中来求发展。新的一年，整体国运才有发展的机会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